醫治的神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：人的肉皮上若長了痔子，或長了癬，或長了火斑，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風的災病，就要將他帶到祭司亞倫或亞倫作祭司的一個子孫面前。祭司要察看皮肉上嘅災病，若災病處嘅毛已經變白，災病嘅現象深於肉上嘅皮，咁樣就係大麻風嘅災病。祭司要察看佢，定佢為不潔淨。若火斑在佢嘅肉皮上係白嘅，現象不深於皮，其上嘅毛亦都冇變白，祭司就要將有災病嘅人關鎖7日。第7日，祭司要察看佢，若看災病止住了，就沒有在皮上發散嘅話，祭司正要將佢關鎖7日。呢啲係聖經上面嘅記載，神話語嘅啟示，寫出神怎樣啟示以色列人去防止大麻風嘅擴散。我哋嘅神係一位體貼又憐憫嘅神，佢如此愛我哋，佢甚至差遣主耶穌基督嚟拯救我哋，使我哋免於滅亡，能夠進入永恆。佢關心我哋身上一啲嘅病嘅傳播，特別一啲會好擴散得好快嘅疾病。研究一下聖經嘅話，你就會發現，無論對於我哋嘅疾病或者係我哋嘅罪孽，我哋嘅神都係最好嘅醫生。尤其是主耶穌基督，亦都係我哋最好嘅醫生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啟示我哋如何防止好多種疾病嘅擴散嘅方法。喺聖經裏邊，你都啟示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。你真係一個非常之體貼嘅神。我知道我哋嘅病患嘅痛苦，使到我哋知道如何去防治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哋覺得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